你有冇試過睇完一件令你好心碎嘅事，憤怒過、難過過，然後生活繼續，件事慢慢退後咗，喺心入面有個位唔係好安樂。如果我對呢件事冇感覺嘅話，我同佢只係差一步，嗰一步叫做麻木。但係而家呢團火，我可以點樣守住？可以守幾耐呢？有時候我會問自己，究竟係乜嘢令到我繼續拍落去？唔係因為我有答案，係因為揭陽呢件事發生之後，我發現自己好難就咁算數。但係同時間我又唔知可以點做。可能你都試過呢種感覺，睇完一件令你好心碎嘅事之後呢，嬲過、傷心過，同朋友講幾句，然後生活繼續，而嗰件事呢，好似慢慢咁退後咗。麻木唔係一朝一夕嘅，佢唔會通知你幾時發生，佢會當你每次睇到一件事，感覺少啲，再少一啲，然後有一日你會發現自己睇到一啲新聞嘅時候，個心係平嘅，唔係平靜，係空洞。呢個感覺，我覺得比呢個憤怒更加值得驚。當你慢慢退後，你心入邊有一個位，唔係好安樂，唔係罪疚感，唔係沉重到唞唔到氣，係一種好似有啲嘢未完成咁樣嘅感覺。揭陽呢件事，我第一次睇到嘅時候，個心係揦住，好傷心，個身體反應呢，成個人震晒。可能你都係咁噶。我哋會話呢種叫做憤怒，憤怒鏡頭入邊嘅笑聲。但係其實唔止憤怒，我哋仲有心痛。心痛往往同佢 BB 承受嘅痛苦，心痛自己活喺一個容許呢種事發生嘅世界。咩係最可怕？除咗殘忍，係殘忍可以當娛樂。你有冇發現世界好擅長令我哋分心？今日憤怒，聽日有新新聞，後日生活太忙，然後件事慢慢就沉咗落去。呢團火我哋可以，我哋想守幾耐？我問過自己，上一次令我好激動嘅社會事件係咩？我而家仲記唔記得？當時我話自己要做嘅嘢，我有冇做齊呢？有時候真係有無力感，唔知做咩先至有用，唔知自己做嘅係唔係只係自我感覺良好。有啲時候又會因為懶啦，因為怕麻煩啦，因為怕人哋覺得我太認真啦、太 over 啦、太激進啦，所以停步。火係會熄嘅，唔係因為我哋冷漠，係因為我哋嘅生活要繼續。下一件事會出現，疲倦會出現，無力感會出現，然後某一日你發覺自己好耐都冇再諗起件事。呢個唔係錯，呢個係人性。火唔會因為一開始燒得夠烈而長久嘅，佢會長久係因為你不斷加柴。點樣加柴呢？我哋唔一定要做好大件事嘅，你可以俾一個位放置呢件事，放一張相，放一句說話，唔好俾佢被遺忘。記住當時嘅感覺，允許自己停一停。長期燃燒咧，好易燒盡嘅。照顧自己唔係自私，係為咗走得更遠。第三，可以喺你生活入邊做一件幾乎冇人留意到嘅事，一句糾正，一次轉發，一次溫柔，一次拒絕沉默。細嘅事唔代表冇力量。我哋唔需要喺網上同人爭拗，唔係要說服任何人，
但係可以同你信任嘅人講一句，呢件事令我好唔舒服。未講出嚟嘅感受好容易俾自己消化咗，講咗出嚟感覺先至真實。而你講嘅時候，對方都可能有同感，只係佢唔知點開口啫。所以你唔止守住自己嗰團火，你嘅火仲可以點燃另外一個人。揭陽事件，我問自己，我係唔係會因為麻煩而選擇沉默嘅人呢？我係唔係相信微小行動都有意義呢？而每一次我重新問自己，就係為呢團火加咗一啲柴。我哋救唔返已經發生咗嘅事，但我哋可以決定呢件事會唔會令我成為一個更願意開口嘅人，亦都可以救我哋一樣嘢，就係我哋嘅底線。如果有一日殘忍變成普通，沉默變成主流，冷漠變成安全感，呢個世界將會比任何一條片都可怕。我哋唔需要做英雄，但係請你唔好急住忘記，因為當能夠多啲人拒絕麻木，就算係細細聲，都會變得係壓力，而壓力會改變制度，制度會保護下一條生命。呢團火唔需要燒到爆炸嘅，但係請你唔好俾佢熄，守住佢，因為當你仲會心痛，你仲會有底線，確定有啲事唔應該發生嘅。只要有人仲記得，黑暗就未係贏啦。